我们世界各地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写这一章，印光大师他太慈悲了，他闭关30年将自己所体会了解到的东西，所领悟的东西，透过几句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在末法的年代，如果你不依念佛法门，好好修持用功的话，想要跳脱这个生死苦海，就算是佛陀也找不到第二个方法了。印光大师这么恳切的告诉我们末法一切众生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来转世的。他悲心悲愿，承愿再来，不忍心众生受苦堕落，所以他语重心长告诉我们这几句话：但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，只要你修持，就是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万德洪名紧紧抓住它，这往生一世如抄左卷，乃千文万档万不漏一之特别法门也。各位，这句话多么重要！他告诉你，你如果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紧紧的抓住，从现在一直到你往生，你不改变，你不要换题目，一心的念佛，那么你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一件事情呢，如抄左卷呢。各位，什么叫抄左卷呢？比如说，我们到任何公司去购买东西，我们一定要拿个单子，把我们的货品寄放，这样他才允许你进去啊。这个单子一个左卷，一个右卷，左卷是给你，右卷就贴在你所寄放的东西上面了。你待会来了，我一核对，这个就是你的，稳稳当当的，这是你的东西，千文万档，就万无一失啊，不会有任何差错，万不漏一，10000个人当中一个都不会漏掉的这种特别法门，就是完全他力的念佛法门，是靠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，所以叫做特别法门。后面这个很重要哦，如人习射啦，譬如就像人在练习射击以地为地以这个大地做你的目标。如果目标是小小的圈圈这么一个地方，那这样子很难射到你要射击的话，以这个为目标不容易射到，但是以大地为你要射击的目标，那么花无不中，你随便射在地上嘛，整个大地都是你要射击的方向。那你想想看，你怎么丢一定是百发百中，对不对？我随便一丢也达到你的愿望所以你看，原来我们修持念佛法门这么容易，这么简单，这么方便，而且非常的安全。万修万人去人人都有资格，人人有条件，人人都可以往生。对你我这种凡夫众生，我们一定有希望，有将来，而且安全可靠，绝对万无一失，绝对不会再堕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印光大师讲的这几句话，让我们大家带来希望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